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正大消息來看，民眾黨的立委李正秀國籍的爭議。儘管立法院長韓國瑜日前召開黨團協商來裁示，講尊重李正秀立委的權利，但是李正秀今仔日要請內政部長劉世芳就台接受到質詢的時陣，劉世芳是拒絕就台。有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女士上台。民眾黨立委李正秀委員會質詢初登場，點名內政部長劉世芳，不過伊原來繼續坐咧，拒絕訪質詢。我們委員會尊重李珍秀女士上台發言，但我們也尊重行政院目前所有的結論，可以不必詢答，而且可以不必提供資料。其實本來應該要討論民生議題，顯然內政部的態度就是不關心民生，只想做政治鬥爭。所有的官員都沒有這個法律的問題，但是李珍秀女士目前的這個身份是有法律問題。法律判決了嗎？請問院長。有人提告了嗎？法律判決了嗎？看劉世芳無動作，李正秀外頭甲民進黨一個調委李碧嘅你一句我一句，不過拿劉世芳拒絕上台。諸多中心的董事長花敬群董事長上台嗎？點名包括國土事務局自導中心的董事長花敬群攏坐咧圍裡。李正秀抗議無結果，敢來當對空氣來質詢。過程中黨團的主任陳智菡閣甲質詢台邊啊，甲李正秀講細聲話。大家看看這個傲慢的行政團隊，他不喜歡的立法委員，這個比大罷免好用啊！謝謝李珍秀女士的發言，也可以請內政部等一下可以針對民眾的提問，對社會做出一些解釋。在事實跟法律還沒有確認之前，他擔任立法委員的身份是有疑慮的，我一定不會知法而犯法。李正秀的國籍問題繼續在燒，就連行政官員敢要訪質詢，攏正做這款的場面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